点按那个网址，可以连接到 YouTube 频道，欢迎订阅。影片版权开放，功德同享。元宵节过后了，都还很冷。气候异常啊，所以要赶快得口梦圣道三宝心法。人世间生活环境变得不是不好啊，要超脱生死轮回，要赶快找到有天命名师指点得三宝心法。没有还道拜德，如果没有吃素立清口愿，百年寿终以后是到多帅天宫弥勒外院，还有男女欲望。如果有立清口愿，吃素立清口愿，没有还道拜德，帮助修办行功立德，帮助道悟，有修办到百年寿终后回到多帅天宫弥勒内院就没有男女欲望了。人家听弥勒祖师啊，弘法，早成佛道啊，记得不退无上道啊。还要随弥勒祖师啊下阎浮啊，度众生，在龙华树下成道啊。弥勒祖师在龙华树下成佛。